烟雾氤氲的温泉水在寒冬中带来暖和气息。这一阵子刚好又寒流，对，又温泉季。其实你们靠天吃饭啦，有一点，对不对？也可以这么说。我用一个甜食，需要什么天气？越冷越好，越冷越好。苗栗泰安老字号的温泉会馆没有华丽装潢，简单朴实，散发日式风味。一般老汤客的话，尤其喜欢跑日本的人，他就会来这边泡，他就感觉这边的很有日式的泡汤的风味。泰安温泉的起源的确和日本颇有关联。原住民泰雅族最先发现，日本人取名上岛温泉，而前总统蒋经国亲临之后才更名。这里有全台湾最佳水质温泉圣地的美名，属弱碱性碳酸泉。整个雪山中央山脉这边蕴藏了至少2万年的水，来这边我们是比较晚开发，所以这水质非常的纯。刘新正家族在当地最早进驻温泉区，坐拥地势优势却不造进，低密度拓展，保留相对纯净的山林空间。比较落后的，相对来讲，现在来讲的，在市场上会有比较大的竞争力，就是不会破坏。那我们这边这个还算是处女地，还有很大的空间。落地发展20年，刘新正的温泉哲学是盈利开发也要回馈。偏温泉观光休闲产业，其实泰安的温泉业者说，他们算是得天独厚，因为历经了几次的大地震、台风，在整个台湾西部走廊，他们算是因为没有过度开发而相形之下没有受到严重的破坏。但接下来能不能够在服务的层次以及整体的环境开发上给予更高规格的发展？现在已经有业者开始考虑，是不是引进国际连锁式的饭店，是下一步值得期待的。我用一个甜食。越喝越好，我用一个甜食，越喝越好。